好，来继续来看农粮署积极推动各学校选用国产会当来溯源的豆奶。到11月底，全国10个县市377间的学校定位数量已经超过200万罐了。 拍球队表演真精彩，和活动现场真热热。为着让高中小的学生会使食到真健康、够营养，政府推动学校午餐会使选用国产会使对溯源头的豆奶来强化实在和安全性。这项农粮署长吴忠义亲身颁奖感谢12间团膳，还有校方食品业者来协助推动。我们每一瓶是补助1.5块的这个运费。 希望让更多的学校来参与。农粮署自108年开始推动国产豆奶进校园的方案，而且补助达管2块半的运费。到11月底，三小粒粒黄豆奶和黑豆奶2项产品，已经推广到全国10个县市377间学校，锁定的数量嘛已经超过200万罐。希望说可以把我们在地农民种植的辛劳让小朋友可以透过这罐豆奶去完整的来了解高优质的蛋白质进入校园，让孩子其实在吃的健康，也吃的对于环保。 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食农教育的等等的一个扎根，其实我觉得相当重要。农粮署表示，三小粒粒豆奶使用非机改的优质国产大豆做的，有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学生囡仔拢会使食到来源明确的安全农产品，佫会当兼顾学生囡仔营养，带动国产产业的发展。欢迎民众拢会当来买。